国民团体今仔发布2020年两公约中针对新疆权、劳动权、佮司法权的检讨报道哦。今年嘛头一届针对语言平权来做检讨，学者是指出讲，政府独尊华语违反人权两公约，嘛影响到工作权，所以呼吁政府得爱重视。 有委员恣意的删除中央政府的预算，使得有许多人权保障的工作无法推动。有一些法案，例如说，终身监禁不适用假释规定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并没有进行评估，而且是明显的违反公约。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指出，立法和行政等的缺失，政府不当运用权力侵害人权，违反人权两公约，嘛甲民间团体共同书写两公约并行报告，针对障碍者权益、劳动权益等11项议题来探讨。这份报告每4档做一届，今年第4届其中语言平权的议题是头一届写入报告。台湾本地无人咧讲华语戒严时期的国语政策是侵害人性尊严的文化清洗。民主化以后，国语推行办法甲国语推行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经正式废止啊。这个华语政策已经无任何的法律基础，而且嘛甲这个立法院家己所通过的国际人权公约所抵触。所以即马就是希望政府会当全面来检讨这款违法的政策。 有台语团体指出，根据学术研究，随着威权统治对语言的消灭和迫害，实际上嘛，拢伫咧无意识的时影响到工作机会和薪水的关系。呼吁政府得要重视，嘛，毋茫互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道语言的国家。华语咬的人就是明显伊的收入就是较悬。你这个其他的语言就无法度去有。 平等的台语，尤其是代表咱台湾的这种语言，其实讲起来就是台语这个长期的危机这就是语言人权无受保障的部分。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指出，这份两公约并行报告目前除了有公开中文、英文版，嘛已经送到法务部，希望政府看到更加全面的人权议题来改进政策，嘛，互国际看到更加进步的台湾。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